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王，速速列阵，拦住他！阿火，快来救命啊！赵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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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大人传令，让您速去主船护卫。知道了，不用那么大声，我的耳朵一向很灵光。快保护许林大人！来人，救我呀！闪开！活儿打得好！那只救火来迟，大人受惊了。有我父子在，定保大人无恙。火儿小心，给我杀了他！没问题，不出2招，取你狗命。长山剑法，左驱右回。给我死！小心，危险！父亲，作何选择呢？赵火公子已经跪了3个时辰了吧？唉，赵公子孝感天地，
可怜赵贤老爷无福呀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有位大人要见你，请赵公子跟我们走一趟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赵公子，在下公曹书佐马方，这是密室，没有许灵大人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许灵大人，要死的终归要死，要活的还是活下来。死的难道是军师大人的替身？董相国忧国事，清君侧，抚汉地，反而成了众矢之的。我身为董相国的军师，也被乱臣贼子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有心害我之人比比皆是，自该谨慎小心。只可惜，为了一个无用的替身，却害死了我的爱将。回去之后，我自会在董相国面前陈说你们父子俩的忠贞之心。多谢大人。这就是战场，逝者已矣，但活着的需成其一致。我们没有时间伤心。是，大人放心，我不伤心。哦，怎么讲？若是大人真的死在我父亲的船上，失职者死，我们赵家必被满门抄斩。如今父亲战死殉职，反倒救回赵家80余条人命。说得好，你和我的知交吕布一样，什么事情都衡量得很准。只不过吕布手段太狠，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放过。赵火，你武艺超群，悟性也很好，我很喜欢。今日我许灵收你为义子，你可愿意？那么多人要杀大人，我只怕……你怕又一次丧父吗？连残兵都没能取我性命，还有谁能杀我？那么，请大人不要后悔。你的回答很有趣。大人，残兵中是不是有一个独眼的首领还没有出现？不必慌张，老夫不是已被残兵杀了吗？但是他们还在。什么？所有护卫把守入口，传令甲板士卒也注意警戒。不要慌，敌人未必知我军虚实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大人，难道对手是在欺诈我等？敌人离得还远，不必紧张。残兵的首领到底是何许人也？我认识他。1年前，他曾经来过我家。什么？难道你父亲与残兵结交？他为什么来你家？想利用你父亲接近我？是啊。这贼子果然阴险，知道大人身边闲杂人等难以接近。你父亲不会答应他。
赵贤绝对不是这种人。父亲不知道他就是杀手，只是以他一见如故，十分喜欢。所以呢？所以收他做了义子。义子？赵贤曾说你是他的私生子。赵贤一直生女儿，生不出儿子。那家伙烧起来，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，这是他们来接我的信号。甲板上那群傻瓜的视线全被引过去了。对，现在我就开始专心对付你们了。你不是独眼。不止不忙，耳朵也很清楚。至冠天下的西凉第一军师，本不该如此贪生怕死。来人，救我呀！他那声救命，声音虽然很像，却瞒不过我的耳朵。够了，报上名来。残兵之首，燎原火，你想到了吗？能在1年前就谋划到今天的安排，看来你背后的谋士不逊于老夫。哎呀，我很好奇他是谁。你已经用不着知道了。临危不乱，你果然不简单。徐某真的很喜欢你，只可惜我偏要来送死。对，真的很可惜。做我父亲的人都会死得很可惜。许林大人，受死吧！唉，我的命你拿不走的。哼，没有后手，岂敢称西凉第一军师？赵火，1打15，你有胜算吗？小子，就算是吕布，也未必能从我们剑下逃生。你现在连可惜也来不及了。我虽从未见过吕布，但我的理论是，打10几个高手，总比打几百个喽啰来得轻易吧。世人皆知我许林麾下猛将高手如云，如果没有万人敌的实力，杀我谈何容易？手里的举动，偏偏全部在我意料之外。如果这小子不是疯子，恐怕他就是一个能与吕布匹敌的怪物。
天下第一智囊，你猜一猜，我燎原火今天来这里做什么？当你知道后，必定也会大吃一惊。吕布大人，终于等到您了。家父因护卫许灵大人而死，请大人为我报杀父之仇。这些人头没有一个是他的。在许大人的船上，我见过他。他身长8尺，声如洪钟，满面刀疤，年约40。所以，这个无能之辈也不是那独眼杀手。许林兄啊，请指点吕布该如何为你报仇。第7天了，今天是你的回魂之日，就请兄台的在天之灵为我找出真凶。奉现在等你的指引。你来了吗？是他。是我。许灵大人知道，只有我才可以为他找出真凶。许林兄，这就是你的指引吗？请将军为小人报杀父之仇。赵火，自今日起，你就在我帐下听命。军爷，都是些祭祖用的东西。叫什么名字？来洛阳做什么？皇座在各地行商，今年特地回乡祭祖。回乡祭祖？家住洛阳哪里？家住石阶5巷营号。蠢材，洛阳人怎会有这么重的南方口音？老伯，你这样可过不了关呐。一行15人，前7后8，应该是江东孙坚会稽军的编制。你叫黄座？是的。住在石阶5巷营号？是的。哼，被人看出破绽了。营号不是姓黄的。西凉兵都如此机智吗？有好戏看。哎呀，出外多年，连家都忘了，应该是丑号。丑号是姓李的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真是忘了。老爷爷真没记性。是子号，一定是子号。子号。骗你的！
有劳兄弟送我们进城。你们先进去。是。姑娘，饶命啊！别说话。女侠，你该不会杀我吧？兄弟，别说话。下面在干什么？一下子放这么多人进城？不要乱说话。没问题，是同乡的兄弟。赵大人，小弟替你向兵部报到了。啊，有了。赵大人，这位是？啊，他是我刚在西凉纳的第18个妾室，漂亮吧？大人年少有为，得享其人之福，下官好生羡慕。是啊，又漂亮又温柔。走。轻点，不同凡响。不愧是咱们西凉的女子。赵大人保重。大饼，新鲜的大饼，好吃的大饼，好吃的大饼，来吃喽！你这么凶，到时候谁敢去？将军，早安。早安。早安。现在已是午时，不对，那是暗号。来人，有刺客！那边，小弟，你先走，这里有我。快走，按计划行事。你跟我走。哎，别扯乱我的头发！站住，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疼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！再过来，别杀了你们大人！停！大人为重。哎呀，疼！你还真是我的护身符。有两下子，这丫头跟小梦不相上下。护身符，给我走！我不是吧？原来除了武功外，论狠毒，你也跟小梦不相上下。谁说南方少女温柔啊？喂，不要瞎跑啊！前面是。谁？是谁呀？那商人？谁呀？谁？出来！缩头乌龟！算什么好话？出来！给我出来！那商人！我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本来就算不得好汉。说话的是什么人？左右包抄。不用这么麻烦。
一起来受死吧！弟兄们，杀！杀了他！白勇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公子，全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明晚祭祖节之夜，藏身于城内的义士们就会集结于此，做最后的准备。这小子身上的令牌你可查验过？我也用过，可以通行无阻。既然如此，这家伙也就没用了。白勇，去送他一程。喂，你可以走了。孙姑娘说放你走。从这里出去？你没骗我吧？这是秘密通道。来者止步！巡城校尉赵火有紧急军情禀报吕布大人。许林死在河内，而近3年来，残兵杀人也只在河内，而河内的人质就只有你一个。同时，我感觉到杀许林的人也来了。你来了，去看看你想见的人吧。怎么会是你？我乃赵贤之子赵火，派刺客杀我父亲的首脑就是你吗？杀人凶手，拿命来！赵火大人，他还有利用价值。赵大人，冷静点。大人，司马朗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等我杀光那群来救你的残兵败将，必要杀你全家！赵贤，不就是那个和许军师一起被杀的人吗？没错，吕将军在军师墓前碰见这小子，于是带他回来了。我明白了，利用吕布为好友报仇心切，向吕布点名可以我为饵引出残兵，暂且保我性命。阿火，你真的很有胆色。大人，请大人助我剿灭河内司马家，以为父亲在天之灵。在剿灭司马家之前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大人是说残兵？不错，司马朗正是引出残兵的关键。先灭残兵，然后去河内，
我要那司马家血流成河。吕布，我会在你去河内之前，先拿下你的首级。大公子这个眼神的意思是，这个叫吕布的人，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简单。华兄，事情正如将军所料。这里有人和关东叛军串通一气，准备里应外合，在祭祖节劫牢救人。而这个人刚刚从我们一直监视的张庄出来。做内奸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做内奸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西凉兵越聚越多了，再加上这里归附董卓的禁军，就算残兵全员出动，也难有取胜之望。火，别管我，快走啊！第七营到，还不走？难道你想决一死战？你这怪人！奉贤兄，杀内奸你要多少招？5招。5招杀他？哈哈哈哈！好，我也用5招。5招就想杀我？ 5招就想杀我？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混账！内奸另有其人。俺乃大汉10万禁军教头，调教出名将无数，就凭你也想杀我？元泰，你私通关东叛军，密谋劫天牢，叛国者只有死路一条。叛国者？哈哈哈哈哈！董卓挟持天子，若非顾及圣上安危，袁某世代忠良，又怎会屈身于董贼之下？若当真放手一搏，我不信此间有人可以胜我。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禁军教头袁泰，怪不得关东联军劫牢胸有成竹，原来早有内应。4招。袁泰，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战场上什么都是武器。谢谢你教了我宝贵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手啊！放开我！袁泰死了，他的部下没有一人敢逃，因为他们知道吕布用不上5招，只用1招就杀了袁泰，剩下的4招足够将他们杀光。我永远记得今天，因为我第一次产生害怕的感觉。袁泰被杀，计划有变。明日关东联军将不会劫牢，他们后续会有什么计划？残兵正在追查中。营救大公子的事，就要多仰仗诸位了。事成之后，每人各赏500钱，大家没问题吧？这没问题，我们拼了，拼了！很好，马帮主，你的疑虑呢？吕布为报杀许林之仇，必将调遣重兵而来。到那时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正因为吕布报仇心切，所以就由我来引开他的大军。没了吕布军，其他人你们应付有余。利用吕布的仇恨引开大军，
好，我没有疑虑了。王副帮主，你的疑虑呢？想不到这一代的残兵首领如此年轻。哦，王刚，休掉木林。我不知道你武功如何，但这次的对手是被称为战神的吕布。虽然你戴着残兵首领的眼罩，但并不代表你有上任首领的本事。哼，你对我没信心？哎，变了，残兵变了。以前只是保护司马家的安危，现在却变本加厉，胆敢挑战官军，还偏偏惹上了董卓。以往的残兵首领可不会如此狂妄。就凭你这个黄毛小子，叫我们如何信你？王刚，住口！霍哥，接戏。想看我的实力？哼，我看你不过刺客！姚元雄中箭了！这方向是从相国府那边射来的，谁人能有如此剑法？快保护帮主离开！安静！董卓班城之日，就在后天。王副帮主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刚才我正在称赞英雄出少年。小梦的剑术越来越厉害了，不过小梦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。我不知道这次你们两个会是谁来救谁。只有一只手！